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国际上的战事，这是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事进入第4个礼拜。马里波一大座避难所的气焰轰炸。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个所在已经炸甲密密麻麻，目前有救出130个人。那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受空袭，16个大已经造成53个人死亡。这场战事嘛造成欧洲新的难民危机。捷克已经宣布讲袂堪治啊，所以无要阁收乌克兰的难民。基辅在7岸有一座村口被轰炸了后捣毁，消防队赶来拍火。根据卫星影像，东部城市沃尔诺瓦哈、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东北部的第2大城哈尔科夫，大部分的范围拢已经被破坏。另外，南部的重要港市马里波被围城，一座被当作避难所的剧院被轰炸了，规拢倒去，伤亡人数还阁无清楚。顿内茨克前任首长塔鲁达讲，轰炸发生迄当阵内面有1300人。这天，俄罗斯搁再强调，因的要求真简单。Дискуссии ведутся по воен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аспектам. Треб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предельно просты и понятны. Они вытекают из целей и задач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Киеву все же придет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тем быстрее завершится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俄乌战争第4礼拜，俄军虽然瓦郡首都基辅，严过到即马也无退落。西方的官员讲，若是地面的局势无发生重大变化，俄乌战争可能是平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咧德国国会视讯演讲时阵讲，俄国入侵和欧洲中心各起一道墙。Поки що не всі помічаєте, але ви ніби знов за стіною. Так, не берлінською, але посеред Європи. Між свободою і неволею. І стіна ця міцніше.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8月组织为了要加强伊当兵的安全，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在7日访问华沙时阵讲，会伫咧波兰波斯天岛设计航空飞弹系统。As Poland carries much of the burden of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war and stands tall and brave to stand up to the threats from Russia. 战争也引起欧洲新一波的难民危机。捷克讲未搁再接受独立的乌克兰百姓。自战争以来，有差不多27万位来自乌克兰的百姓进入捷克。当局讲政府已经无资源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天气，今日早起锋面通过，加锋面甲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北台湾温度卖降10度左右。咱做伙来看温度。气象局是提醒讲，今日早起是这波锋面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北部的这锋面宜兰、花莲、台东拢会落雨，也毋过过到了后雨就较点，也毋过因为东北季风路南，所以北台湾温度有下降，是降8度至10度。中南部部山影响高温共款有30度。明仔载拜六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会当恢复好天的天气。到后礼拜一进前，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也毋过后礼拜2佫会变天，北部、东北部会落雨，中南部的山区嘛有10-18雨。日本福岛宫城附近伫18暗时发生规模7.3的大地震，咱内政部消防署的国际救援，伫3月份、7月份是轮到嘉义县。昨早嘉义县的特殊队嘛已经款好装备，等待命令，随时会当出发去协助日本。2000多万哦。那它震央位置就刚刚有提到，在福岛县的外海。特殊队报告日本地震的情况，还有任务的内容。17载是嘉义县消防局特殊队23名队员完成人员甲器材的准备，等待中央指派出发协助日本救灾。平时就已经有集结好了，好那个再把这些装备做出来集结，再做一个确实的操作跟那个状况的一个检视哦。那目前检视都没有问题。嘉义县特殊队这几年有参与到台南花莲地震的救灾行动，有丰富的搜救经验，配合这个月轮值国际救援管区。馆长洪忠牛在时嘛到现场视察，了解准备的情况。台湾在这次的疫情里面，日本也赠送我们很多的 AZ 疫苗，包括过去的311的整个日本的强震，台湾对日本伸出的温暖的手，那让两国之间的情谊更加坚定。那所以我们等待命令，随时准备出发，有效的去发掘我们受困者的一个位置。向馆长说明准备好的器材，特殊队表示，队员拢有受过国际救援甲地震灾害的搜救训练，23人分组指挥搜索救援后勤甲医疗5组，随时等待命令去日本进行人道救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今日来甲乡亲做伙看报纸重点，咱来看自由时报。联合国的国际法庭以13票同意、2票反对做出裁决，要求俄罗斯爱随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若投倒来无同意的迄2票是中国甲俄罗斯。这裁决虽讲是安尼要求，也毋过并无约束力，若无照做嘛袂安怎。另外，白宫是证实讲，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今仔日会开视讯会谈，会讨论这场战事。来关心《中国时报》，咱的友邦并流后个月中要主办咱的海洋大会，咱的环保署长张祖敬会带团去参加嘛，发表讲话。也毋过风声讲美国是建议咱台湾毋通伫会场内底，也有官方的名册内底用国名甲国旗。咱外交部是表示，咱会伫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之下去参加。继续来看《联合报》。大学的考试招生配合新课纲拢对咧改变，今年7月份要举办分科测验，不过并无考国文、英文甲数学语，这是造成袂少学校即马若是要爱这成绩，拢是采用学测的成绩，等于是共款考一摆就决定一切，是互外界批评讲行反头路。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讲，7月份的考试即几科敢应该恢复考试会重新评估。来关心中央银行伫昨昏召开理监事会，宣布要调悬基准利率0.25%。中银行嘛有算过，总共买厝贷款是760万，因为利息调悬，民众一年爱加纳19000块。经过2点多钟的开会讨论，今年第一摆中央银行理监事会议，甲美国联准会同款，国际升利息一码，中塔现率由1.25%调悬做1.375%。这是总裁杨金龙即将用行了后第一摆升利息，也是自2021年7月7日升息半码了后，央行再度提悬利息。我们国内的通膨率持续升高那我们的预测，我们的通膨率呢是2.37。事实上呢，全球各个国家的一个通膨率呢，都在国际机构都有调升的一个现象。我们内需服务业在去年受伤，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导致我们在12月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调整我们的利率。第3个条件呢，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美国是昨天它就升息1码。央行表示，国内虽然依然受新冠疫情干扰，不过零售甲餐饮业、营业业一直增加，而且受惠全球经济恢复，出口动能依然正强。未来民间消费投资甲出口会继续增加，所以调悬今年经济成长率有高达到4.05%。不过也因为全球供应链问题依然存在，加上最近俄乌战争造成全球股票甲基本金属等大宗商品继续升悬，恐惊国内能源、食物链甲耐久性消费品继续也提悬，加重国内通膨压力。虽然这摆无对房市管控措施搁出动手，不过升利息了后，互房贷负担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健保的部分负担嘛有变动，卫福部是预告讲健保的部分负担会调整。这个调整草案未来内底是包括讲摕慢性病药头一届会照药品来收钱，也毋过摕第2届甲第3届的是毋免阁收。另外，若是小毛病走去大病院挂急诊的，安尼部分负担爱收800块。另外，去病院做检查费用，即马是毋免收钱，也毋过未来会看看卖调整。病院挂号的大厅人是真济，袂少民众无论病情有严重无，现在直接送大间的，都连急诊的人嘛是客甲袂过。环保署已告部分负担调整草案，调整急诊的部分负担，若是普通的感冒等等，也有第4至第5级的轻症，若直接去医学中心挂急诊，部分负担就会收800块。伫检验检查的部分，目前是免收部分负担，不过未来甲药的部分负担同款，拢会设免收部分负担的范围。若无经过转诊，就去医学中心的人，都会收20%的费用，上侪收400块。当然是说荷包需求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啊。新制其实也会惩罚假日停诊，因为假日诊所停诊而不得已跑急诊的民众。另外嘛，调整慢性病连锁药单，头一届领药会比照一般药来收费，基层的院所药费100块以下，依次免收部分负担；100块以上会收20%，上侪收200块。
伊若是去区域病院医学中心领药啊，会收20%，上济收300块。不过第2届甲第3届都拢同款，免收药的部分负担。病人他来长期使用药物的一个依赖性所以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就没有收。健保署强调讲，为着落实医疗分级，会鼓励地区病院休困日擘开，民众若是有互医生看的需求的时阵，就会当来利用，互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回归照顾急症甲重症患者的工作。这个草案预告期有14天，上紧伫今年顶半年就会公告实施。记者综合报道。那疫情的部分，咱国内昨昏是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91个带病入境的案例，大部分拢是对东南亚的国家来的。另外，对这个月初7开始，咱嘛已经开放商务旅客当入境台湾，而且嘛，甲检疫时间缩短变做10天。这人伫要期满隔离期满了后，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有调整快筛的时间。因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即马改伫第2天甲第4天拢爱做快筛。新冠肺炎疫情本土个家庭，按过境外移入算有91例。今天这个91例算是近年来里面境外移入最高的一天了那近来还是那个趋势，还是南亚跟东南亚的班机来的那阳性率是相对的比较高一点。按过外界关心第5分布工作的家人个案，2197例基因定数出来属于 BA.2， 甲其他本土个案拢无同，加速国内第17条 Omicron 传播链。不同序列的传播链累积是16条，所以这个是第17条。初步看起来是比较像东南亚的国家这边来的像越南、印尼这边都是我们最近比较多这个 BA.2 境外入的这个国家国内疫情等候3月7日开始开放商务客来台，各减少检疫期到10天，原本检疫隔离期满的7天，自主健康管理会伫第3、第6、甲7天快筛。为较早发现个案，指挥中心调整将快筛改伫自主健康管理第2、第4天执行。另外，南口中研团队针对国内第3期疫苗的成效研究，做2期 AZ 疫苗了后，利用莫德纳 BNT 甲高端的2倍剂次单元疫苗做第3期的对加。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倒一种厂牌疫苗，拢能有效提升中和抗体浓度，能有效对抗病疫毒。mRNA 疫苗追加剂接种者呢，它抗体上升的幅度是比用蛋白次单位疫苗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施打后1个月一样，我们如果看它的 T 细胞免疫反应呢，在4组之间都也是有明显的上升。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第1期超过8成，第2期有 77.79%， 对加是有 47.35%。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向前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定病例，全世界已经超过4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6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9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1583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已经超过12万例；日本是超过597万例；韩国已经严重，即马是超过82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16透过视讯伫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伊有讲到两国的谈判会继续，乌克兰希望赶紧结束这场战争，恢复和平。那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会提供价值8亿美金的军事武器去协助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发表视讯谈话，有讲到甲罗西亚谈判会继续落去，强调乌克兰的诉求。Мої пріоритети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бсолютно зрозумілі. Завершення війни,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суверенітет,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ої цілісності, реальні гарантії для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реальний захист для нашої країни. 泽连斯基强调讲，战争赶紧结束，恢复乌克兰的和平是现阶段上界重要的目标。进前伊则透过视讯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讲到美国捌拄过侵略。即马乌克兰嘛当伫经历战争的过程，百姓嘛出来为自由来烧战。泽连斯基还佫甲美国国会请求爱设立禁航区，保卫乌克兰的领空，莫互罗西亚的战机来入侵。会后，泽连斯基还佫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独家的专访。
美国总统拜登头一届以战犯来称呼罗西亚总统普京，就伫国会演说结束了后的几啊点钟，拜登遂宣布增加价值超过8亿美金的军火，包括防空飞弹、反装甲飞弹、更加多无人机，也有轻兵器，要来协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развивается успешно, в строг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ране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ми планами. 普京讲，目前军事行动一切顺利，嘛回呛讲，西方国家霸凌罗西亚的人士的行为，未属是犹太人的大屠杀。也若面对制裁，国内经济虽然会受到冲击，不过政府嘛会持续做调整。另外，北约组织16嘛针对乌克兰的战事召开国防部长会议。NATO should not deploy forces on the ground or in the airspace of Ukraine, because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is conflict, this war, doesn't escalate beyond Ukraine. 北约组织的成员是照火国西禁航区的提议，强调讲安尼做是无希望冲突搁再加悬。目前北约嘛强化集体防御，欧洲有几啊10万的军力保持高度的警戒，另外还有10万的美军。不过北约也是希望讲会当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冲突。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中国最近伫东海有军事活动，日本防卫省是公布中国的无人机16出现伫东海天顶，而且是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日本的战机随赶紧飞起，甲砸落来。中国军事持续扩大，引起印太地区国家的关注。中共侦察型无人机 BZK-007出现伫东海的空隙，16下晡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日本战机嘛升空加强戒备。同一天，日本防卫省公布，有4架罗西亚的战车登陆舰，伫15至16通过定期海峡入去日本海。因推测，这罗西亚的军舰真有可能是载军用车要去乌克兰。针对这点，日本是感觉真烦恼。今般の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に際し、ロシア軍は全土から兵力を動員させてきているところ、今般確認した戦車、揚陸艦の用途を踏まえると、ウクライナ方面に動員される兵員、戦闘車両等を輸送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头一届证实，美军 F-35战机甲共军歼20战机两大真2克雷达侦测到的战机，第一日就伫东海空隙近距离接触。I wouldn't call it an engagement, but where we got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J-20s with our F-35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we're relatively impressed with command and control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J-20s. They also had some other aircraft in the region as well. 而且因嘛用类似的手段，要来干扰美军为南海来协防台湾。他一定要有一个主力部队挡向左防线。左方面军挡到日本驰援啊，所以他会左方面先做拒止动作做完之后，对台海单独用兵，他都有一个方式的，然后再通过巴士海峡对美国做反介入啊。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冲突连带影响台海的局势。韦巴赫讲，中国应该看清楚，若是侵犯台湾，唔但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区域各国嘛会团结来反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2个英国人被关伫伊朗已经关足侪冬啊！16个是互伊朗放出来，因会当回去英国啊。伊朗是甲因摕来做棋子，甲西方国家谈判。互放出来原因是英国即马答应会含军事案欠的4亿英镑。今年43岁扎哈里雷克里夫甲67岁阿苏里16号放出来了后，随为德黑兰搭飞轮机经过阿曼，伫17半暝到固定军的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两个人落飞轮机进前，专工去驾驶舱甲机师说多谢，行出来甲亲人团圆的时阵，伊的心情看着是真轻松，佮甲媒体摇手致意。迄若亲身伫机场迎接这2个人转来的外交大臣特拉斯甲媒体讲，因为谈判充满无确定性。一直到上尾，双方的条件才讲好势。对家属来讲，这几天的心情实在是操心百百。I thank them and I thank the families for how stoical they've been during thi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period. And we talked about the process that we've been through, the difficult last part of making sure that they were able to leave Iran. But it's so fantastic to welcome them back safe and well here in Britain. 扎哈里雷克里夫因翁婿15带因查某囝伫伦敦甲媒体见面。查某囝今年已经7岁啊，6年时间无老母陪伫婚事边，伊嘛甲媒体讲因的心情。I mean, a huge relief that she's on a plane, that she's coming home, that she's free, and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s been helping along the way. 扎哈里雷克里夫原本伫汤森路透基金会做专案经理
2016年回乡探亲，刷去伊朗当局以未保颠覆政权的罪名抓起，互判关5年。去年4月份，搁去互按一个反政府宣传的罪名，刑期搁延长1年。也若退休的工程师阿苏里是伫2017年互拘捕，罪名是做以色列的间谍，互判10年。两个人自头至尾拢讲，这些拢是有空无损、无影无迹的罪名，因前到呾完全毋捌做过这个代志。也若这两个英国籍伊朗人的间谍案，一直去互德黑兰当局用来做甲西方国家协议谈判的基址。即马德黑兰总算愿意放人，其中的关键就是两国的关系有变较好。也有英国答应要还1970年代1条4亿英镑的国防采购案欠的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今日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嘛会明确警告中国准讲要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安尼会付出真大的代价。来关心欧洲的太空总署宣布，因为俄罗斯无理去入侵乌克兰去攻打，所以欧洲甲俄罗斯合作的火星任务已经暂停。继续关心非洲的国家莫桑比克受热带气旋风台影响，目前已经知影造成上多有53个人死亡，也有80多人受伤。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年底要选举啊。93个政治现金专户对4月25开始开放申请，一直到选举登票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5，拢会使收政治现金。93嘛有公布2018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有82件红采发，采发的总金额是1500多万。年底选举也未正式开始，路口已经挂满竞选看板。监察院统计，4年前2018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政治现金申报拢总40多亿，违法的政治现金有82件，1500多万。因为捐赠超过限额，也是以境外资金捐赠，未满20岁的未成年人捐赠，也有一直了钱公司捐赠。另外，也有6件是因为无经过监察院许可设立专户收政治现金，已经移请检察机关侦办。各级的候选人收受到的现金超过332亿之高，习惯于捐赠，也习惯于收受现金，这个是我们民主政治参与很蓬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2018年选举正热烈，直辖市长甲县市长开设政治现金专户比例是100%。直辖市议员也将近99%，乡镇市长、县市议员差不多6-7成，不过村里长上少，较无2%。监察院呼吁想要参选的人申请政治现金专户，为4月25开始开放许可专户申请，到选举投票前一天，也就是11月25进前，拢会当收政治现金。千万不要收外入港澳资，有这些钱进来的话，你只有一途，就是缴库，你不能把它返还，返还了以后。你没有缴库，我们就是移送法办。监察院也特别提醒，捐赠袂使超过限额，不管是个人营利事业，还是人民团体的捐赠，对同一个还是无共想要参选的人，捐赠金额无共。像立法院长游锡堃伫2018年超额捐赠政治现金，互监察院罚66万，提醒大家伫捐赠的时阵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上新消息来关心，有2个台湾嫌犯伫10月底年走私西牛角，互当地判刑判11档，嘛已经关5档啊。咱调查局昨暗将2个人押回来咱台湾，这是创下头一例。这2个即马已经送上去台中看守所继续关。法务部是表示讲，咱伫民国108年2月有甲10月底年签署下国移交受刑人协定，这是台湾头一届甲非洲国家签署这个协定。在台湾也有一些外籍的收容人，我们也会按照国际司法互助的协定，让他返回母国继续执行。最近有10位之多，包括德国、英国、丹麦、波兰。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屏东台88线昨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一台轿车互一个在天顶飞来的铁片去撼到，驾驶是一个查某，伊是老师，拄这个查某老师当场死亡。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对女驾驶开的车的行车记录器，会当看到这个铁片是自对向车道飞过来，无到1秒钟就撞破前挡风玻璃。驾驶未符的反应，被撼到了当场死亡。屏东县万丹乡台88快速道路西向13.8K 处，于今日上午6时51分许，
一部自小客车疑似遭掉落之铁片砸中，车内女性驾驶当场死亡。警方正全面调查行车记录器及周边监录系统画面，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和天片憾事的女驾驶住伫咧潮州，是高雄市一间高中健康甲护理科的老师。迄当阵是正开车要去高雄市上班，无想到讲半路发生死亡车祸。去学校上课，因为他那个住潮州嘛，他的学校在高雄市，是左营还是南子那一边，对，所以他都比较早。喊到女老师的就是这个铁片，长30公分，高有2公分较低，重量4.9公斤。因为自女老师的行车记录器内面，只敢若看到来往的车，无看到车牌，所以唔知是倒一台车机弄飞，或者是连下机碍到了喷飞这个铁片。警方即马是调行车记录器加附近的录影系统画面伫咧调查，也希望民众提供相关的影像，追查肇事的车辆。记者综合报道。若新竹县的警方昨暗是伫巡逻时发现一台那亲像是擦拉车正可疑，甲砸落来，想袂到对方是熊马古去弄到一个查某警察，转走去。该自小客车规避拦查，倒车冲撞到远景，后续送医诊治，并轻微的受伤。现场支援警力即刻开了2枪制止追捕。该车有3名嫌犯。畏罪弃车逃逸。轰动到的这个查某警察赶紧送病院，加在轻伤。来自县的警察有开2枪要掠人，也毋过也是互这3个嫌犯走去。这3个嫌犯即马伫因的车内有发现，亲像有毒品，检方已经锁定嫌犯，当地掠人。继续关心顶一日，咱台湾虎拍电视局的团队去山内水墙拍片，煞有2个工作人员全摔落山坎。不幸死亡。劳动部长柯平春昨是强调讲，最近劳动部会针对影视业进行劳动检查。劳动部按算3月底进前，嘛会先去拍片的这间公司做劳动检查。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能够投入到我们公益的计划当中。担任智善基金会爱心大赛，日前炎亚纶特别呼吁社会大众帮助偏乡囡仔。啊，毋过伊参加演出的戏剧《初乡》的剧组，顶礼拜伫苗栗南庄的新仙阁发生意外，叶影师甲助理死亡，伊发起罢演，要求制作公司予一个合理的交代，证实拍片安全。复工那件事情，我觉得还很长远啦，主要是因为家属不希望有太多的骚动。劳动部强调，最近会针对影视业进行重点劳检，3月底优先检查片场。我们会就这个部分哈，我们最近也会做一个专案检查，就针对那个劳动条件不佳，还有接受这个文化部的这个纾困补助的哈，这些业者，我们会抽查几家来专案检查。有剧组发生这案意外，引起拍片现场丰富报告，剧组超时工作讨论，亲像拍公司返校影级的导演都认为，在制作费有限的压力之下，其实真需要制作方面甲剧组方面好好协调，将改善超时工作的问题。有些工作人员就算是很累，可能也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资方或者是制作方、做剧组方，其实都可以想办法去协调。那我们也是会希望以安全为优先。文化部表示，已经依照去年修正通过文化艺术讲座甲促进条例，研究文化艺术事业应遵守劳动法规指引等2个指导原则。最近会正式公告，希望加强影视人员的劳动权益甲意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积电要去高雄设厂，有带动附近的发展，真侪人即马嘛赶紧先搬去附近住。也毋过即马有出现学校无够的问题，所以高雄市政府打算要起新的学校，按算2档后就当招生。空中翕即块2.95公顷的土地，即搭是伫高雄南仔溪南电里文小二用地，17正式开始新设国小的筹办程序，102年后招生。台积电设厂以后，直接雇佣的员工数第一期就达到12000人，相关的外溢的人口增加会更多。那我们周边的学校，事实上都已经在进行总量管制。高雄市副市长苏铁讲，台积电确定要设伫南仔溪，在地指标大厂入来工集团也要扩厂，一定会阁带动人迁徙入来。南仔溪最近是高雄市主要人口迁徙入来所在，10年来人口增加1.7万。以南仔溪国小来讲，学校附近新建案一直增加。
有学生囡仔住伫学校对面，煞无法度入去读册。增加的非常快速，因为说我们搬来那时候有的地方都还没有盖房子，现在是全部几乎能看到的空地都盖起来了。住大概户口名簿住大概6年以上才能入男子国小。当地里长讲，干那南仔县国小所在地东陵里人口甲11年前比起来，就增加2500人。确实有家长伫反映，囡仔无法度伫里内国小读册。我们周边几个里都有，只有我们这里是在地里，在地里会比较严重，因为人家说，我徛伫南仔县啊，南仔县国校是伫阮这里啊，为什么我袂上读呢？除了起薪学校，教育局也伫研究针对管制学校的部分协助学校起薪教室，还是增加班级，望会当有效改善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嘉义的延平社区伫英国古早时是咧做糖，即马社区种的甘蔗嘛到采收期啊。为着要带动地方的观光，社区有举办体验活动，教民众和民众家己炒乌糖，嘛使了解做糖的知识，互大家去体验英国农村的生活。甲拄采收的甘蔗加做汁，掺伫一鼎芳公公的乌糖内底。这是台南嘉义延平社区的制糖体验活动。延平社区为200多年前就开始大量种甘蔗，有台南糖乡的称号。即马嘛靠农村再生，互在地糖埔变成食农教育的基地。嘉里延平社区啊，在200多年前就有这个制糖做甘蔗了哈，那用糖布来发展他们的制糖产业。那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最近几年针对我们的包装设计的部分，包括花生糖、芝麻糖以及手工黑糖的部分，我们都有做一些包装设计的提升，那提供那个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价值啦。每一当若到甘蔗的收成期，延平社区拢会推出农村体验的小旅行，那会当互民众更较了解制糖的知识，嘛使互因体会其中趣味的所在。我们的农村小旅游最主要来到我们社区哈。就是体验做糖，那另外还有做爆浆馒头，还是做菜粿，另外还有一种割领的体验哈。热门的2大项就是做糖甲割领的文化体验。甲制糖文化甲农村的体验活动绑做伙，成功甲地方的产业经济发展起来。看游客家己炒蚵糖拢笑眯眯，这个社区内底毋但空气是香的，连大家心内拢是甜蜜蜜的。记者综合报道。若咱的农村要有活力，就要有少年人加入。毋过即马咱台湾农业人口老化的问题，也有欠工的问题是愈来愈强烈。尤其伫收成的时，常常找无人来倒办倒采收，因为欠工就会造成损失。所以农民是希望政府一定要继续关心这个议题。风吹过去，这阵时段是当咧整理蒜头，这是台湾的田庄即马普遍的现象。因为囝生少，少年人阁无愿意来做田，做事的多数是老大人。见摆要收成的时，这个农民就头壳冒咧烧，因为骹手若无够，规年的心血拢乌有去。哦，咱80外，咱80外、70外、80外呢？话种安尼袂压呢？一钟头拢加一个2个安尼尔，无骹实无工法度。农业欠工的情形是愈来愈强烈，欠工阁分做2种。一款是3不5时拢咧欠工，一种是采收的季节到啊，也会欠骹手。根据统计，对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期间，全台湾农牧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是愈来愈低，也就是讲做田人确实是年年咧减少。你无讲大，你无讲啊无，或者农民会当这土地当生产吼，咱台湾人这要占嘛，有法度吼，你嘛来去进口。进口人啊，当时啊无互咱就去咬死，对不对？总讲一句，囝生少，人口老化，产业的结构改变，拢致使台湾的农业愈来愈欠工。农民呼吁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是真有爱心，若是讲要募款，也是要募物件，那不管是咧二手的，亲像是衫裤，也是鞋啊，常常讲一画出来，一时啊，就真侪人响应。要安怎互这二手的物件会当好好利用，是一大课题。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做伙来思考，要安怎做爱心，阁会当兼顾环保。在2014年成立的爱物资。是一个每合超过300个的公益单位，第3方网络物资的分享平台，有超过70万笔的分享。透过系统化物资的分配，
清楚记录每一条资料的流向。所以让我们反思，是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捐赠的物资，那是不是对这些公益团体是真正有帮助的？也因此，我们才会想要透过平台，然后有线上管理的机制，可以把物资捐作跟过剩这个社会问题做解决。伫台中后里的洗衫店，2020年6月才成立的社群口罩是请了真紧。当中的幕后功臣，就是洗衫店的第3代张瑞夫。伊甲旧衫用流行方式配起来，穿伫80多岁阿公阿嬷婚书顶，是吸引65万国内外的迷众追踪。张瑞夫嘛发现讲，全世界洗衫店拢有旧衫伤济囤规堆的问题。阮因为这个 IG， 就有足侪人甲阮讲伊嘛有这个问题，我就想讲是毋是？既然即嘛遐侪人看阮，我是毋是使用这个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帮助这个产业？环保毋是口号，用实际行动来使用二手的物件，毋但会当帮助别人，阁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二手的物件有更较侪用途甲创新。另外，物主资讯的对等，嘛是避免过度使用地球资源的一种方式。大家刷手做环保，加上政府的整合，就会当替环境的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罗敏祖、梁新伟综合报道。蔡乡亲来参加屏东的歌谣节，伫今仔日要举行。今年大出戏是上千人，因要徛伫乡村歌城唱民谣，亲像是乡村讲笑的，才真侪囡仔，因对顶学期就开始咧练唱歌、弹乐琴，特别表演啊，咱做伙来替因加油。乡村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对阿嬷的乐琴唱出乡村民谣《九牛调》，看因身躯嗨甲真有节奏，嘛唱甲真欢喜。除了幼稚园，乡村国小学生囡仔嘛有100人，有人弹乐琴，有人唱民谣，因拢报名参加半岛歌谣节千人团唱。囡仔拢足爱唱的，你要看讲拄啊迄后壁弹乐琴遐囡仔，因就是头先来唱民谣，看学姐因咧弹乐琴看了足欢喜的，因就甲老师讲，因嘛想要学。即摆乡村国小拢总有164个老师甲囡仔报名参加千人团唱，因对顶学期就开始练唱。即阵仔是逐工早起自修时间练。其实今年半岛歌谣节动员乡村20间的幼稚园学校甲在地居民，有1000多人要做伙伫歌城唱民谣。1000多个孩子，我们其实压力是蛮大，而且是占满了整个城墙上下。还有刚搬来的艺人小贤，他也会站在城墙上带着大家一起唱。今年的半岛歌谣节对18到23天是疫情过后乡村上大的活动。19暗时的开幕，嘛有乡村囡仔表演的光影戏甲舞蹈，要用歌城顶的民谣歌声传达乡村在地热情。记者邓家文来为做屏东报道。来关心疫情改变人甲人之间的距离甲关系。即阵仔，伫国内外有12个艺术家创作者，应用生命、生活、生存，再做主题，结合科技甲多元的媒体创作艺术品，希望互民众来重新思考生存的哲学。无人拍字，起盘沙，咔啦咔啦，滴滴当，壁顶一篇一篇拍落来的微书，是日本媒体艺术家用新创团体研发的软体，模拟人伫咧拍字的过程，字会对人的情绪连面顿低，连面放大，写互过去，也留互未来。经历疫情，人甲人之间的连接有新的定义，对隔离到开放，关系界线的分割摇摇摆摆。台湾艺术家也用温暖甲融合调呈现这款的情绪，坚固但却晃动，这个戒备森严的感觉，你好像觉得就是它是把你婉拒在外的，但其实它的摇晃其实已经失去它戒备的这个功能。也有艺术家甲科学家合作，对白下出发，建立虚构的下物证未来，呈现生物互利共生、下阶级、下性别的新想象。尝试把连原本白蚁的这些阶级全部也打破，白蚁本身的被性别绑着的阶级也被解构掉。我们在这里面就会看到，女性自己也可以制造精液，单性就可以造成生殖或繁殖这件事情。都可以让我们过去认为比较传统的观念，事实上可以被完全打破。
对生命生存到生活做主题，国内外创作者分别以声音、装置、3D 列印、复合媒材创14件作品，互咱重新探索生命的形式甲生存的哲学。记者阿敏晶、林玉凯台北报道。新华消息，要来关心，行政院政府通过公寓大楼管理条例修法，只要是认定讲有危险的大楼，就要伫时间内成立管委会，也是讲要选出管理人，若无相关的罚20万。民间团体伫昨昏有开记者会，讲因支持处罚的这手段，也毋过嘛建议政府嘛要有奖励机制。台北市的南机场公寓会使看到有真侪违建，因为起伫1963年已经买60栋。结果甲消防安全等等拢有真侪问题，嘛拢无说管委会会使解决。因为这毋是大楼，啊，这路嘛是盖不离啊盖大条啦，还 OK 啦。里长会解决啦。里长解决咯。对啊。安尼敢有够？啊，无够，哪有法度？啊，无要惊啦。行政院提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修法草案，针对安全有疑虑的公寓大楼，要强制因成立管理委员会，要是管理负责人，无会罚4万到20万，而且无改善会搁再处罚。民间团体认为，手段除了处罚以外，嘛应该要有辅导奖励机制，才会使有效推动。嘛应该让管委会处理公共安全、消防安全的管理，避免拄到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卡关，安全就出现浪胖的情形。管委会其实申报只是一个形式，它要长期的运作。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中央主管机关也罢，地方也罢，应该辅导它永续的长期运作。如果有主管机关经过公消安检查，有被要求限期改善的项目的话，管委会得依主管机关的要求的一些公文或者是一些决定，先做公消安的处理，再向区全会报备。因建署表示，草案有规划相关配套辅导措施，嘛正定地方政府应该自行办理，也是委托机构来辅导危险建物成立管理组织。针对安那认定是毋是危险的公寓大楼，会配合法案审议进度，甲地方政府来共同研究。记者郭本谢桂林台北报道。新竹县的尖石乡有一个目睭看无啥有的负责人，伊的翁婿过身了后，伊就转去尖石的后头厝，伫空地啊大布棚住要规半年。县政府知影了后，即马是赶紧去找爱心团体，去甲送物资甲斗3工，而且嘛要替伊斗洗厝。负责人在志工的帮助下，偷偷对翁婿的棚厝行出来。本身有严重糖尿病由阿嬷，双目视力只剩0.05，差不多要青眉啊，就拄拐啊才有法度行路，而且竟然住在这搭红色棚厝已经半冬的时间。没有别的地方去啊！我去年的10月19号到这里的，我没有煮饭了，煮泡面。都是吃泡面。这3餐都吃泡面。他眼睛看不到你怎么样，怎么生活？也是这样，慢慢的。由阿嬷的翁婿去年过身，孤身住内家搬转来尖石，生活嘛真吃力。这顶红色棚厝嘛是好心人送的。县政府最近知影了后，赶紧联络爱心团体，做伙送物资合作，而且各斗3工岁厝要好大。我们社工平均1个月会上山3到4趟，去关心奶奶的生活状况，并给予物资，提供相关协助。透过公部门跟私部门的一个合作。来协助尤奶奶早日能够找到租屋处所，提供免费2年的租金，那每个月租金约4000到5000块，我们协会会支付2年来给奶奶，让奶奶有提供比较可以居住的环境。另外，志工也定期提供相关合作，帮助阿嬷看医生。志工大什么行为，让阿嬷再次感受到温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咱来关心。这俄罗斯拍乌克兰已经真超过3礼拜啊！这段时间，乌克兰的当地人是过甲心惊胆吓。搁踮伫首都基辅的人，近摆听到淡水雷警报声一响，就侪人会赶紧避入去地下铁。困伫咧通道、大布棚，甚至不伫正侪囡仔佚佗的所在，这么基辅的地铁已经变做当地人生活的所在。Люди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боятся, переживают, но в принципе сотрудники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а помогают и едой, и водой.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ься более не менее комфортно, но, конечно, всем страшно, особенно маленьким деткам. 有一寡人的亲友也搁伫咧地面上保卫国家，
正惊听到歹消息。I'm proud of him. I know he's doing right things, but I'm very nervous about him, and especially when he is not in contact for a long time. 俄军入侵到即马，几乎被防在次数愈来愈多。居民即马会晓听到警报声，就赶紧摕困地啊加简单的行李走去地铁站避。有当时爱伫咧内面踮几落工，虽然已经惯势啊，不过心内一直伫咧想讲，为什么日子爱安尼死过？ I'm on the subway now, and it's terrible. How many kids are there? We won't live in independent normal country. And thank you that so many countries can hear us and support us. I hope all this violence and cruelness ends soon. Мы выдержим все, но только обидно, что там наши люди такие же с нашим языком, как и здесь.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думала, что о России, а что мы ей сделали? 踮伫地铁站内面的人心情拢是不安、愤怒。根据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的资料，俄罗斯入侵第一礼拜就造成2000外乌克兰平民死亡，其中有真侪是妇女加囡仔。另外，还有几落百座交通设施、明体、病院、学校被摧毁。被轰炸的日子还阁会偌久？战争当时才会停？乌克兰人还阁伫咧等。公司新闻市番玲编辑。 来关心野生动物哪里穿山甲，因为伊的蓝伊的壳会当做药材，所以有人在走私甲买卖。犯罪集团即摆甲目标是对亚洲转到非洲去，因为伫非洲的赖比瑞亚连肉嘛有人在食，规只拢有价值，所以走私的问题搁较吃力。正细里抱着即只哪里，甲伊带到树哪食物件。赖比瑞亚即座庇护中心照顾即只哪里阿耳仔已经10嘛。 They are taken from their environment. They are beaten. They are trapped. They are kicked. They are starved. They are very poorly treated by the hunters. 送来庇护中心的哪里，拢是自导览者遐交代。虽然保育员正尽力伫咧照顾，不过哪里正敏感，正歹离开成长环境。过日阵仔一定爱野放，若无可能会因为压力伤大破病。 要搁放回去了，是毋是会搁被抓？无法度知影。哪里一般生活伫咧亚洲甲非洲，以前伫咧中国甲越南拢甲伊当做珍贵的药材，走私正严重。最近不法的生意人甲目标锁定伫咧非洲，包括赖比瑞亚、奈及利亚甲科麦隆，拢是走私的来源。虽然赖比瑞亚2014年就禁止掠哪里，不过较偏僻的所在也是有人掠。It's because of poverty. You go to home. 无法度禁，主要是因为哪里是赖比瑞亚人母性的来源之一。当地经历过2遍的内战，又搁拄到伊波拉病毒的侵袭，1万以上的人民一工会所得也无到1.9块美金，差不多大票53块。哪里的蓝片卖互走私的人先赚一条，嘛当地人爱食，佫人提起卖。保育员去处理时阵，定来互人骂甲臭头。民众知法犯法，保育员也真无奈，因这个会当尽力宣导，希望保育的观念会当慢慢普及，减少掠哪里的行为。公司新闻市番玲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早起，咱受风面影响，北部甲东半部会落雨，严格过到了后，雨就会较点。到后礼拜一进前，各地拢是好天。若后礼拜2阁会变天，北部甲东北部会转凉嘛会落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你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